周末你不睡懒觉啊？难得周末我帮你看超市，帮我看超市啊？真的没别的事儿？没有啊。来，先吃你爸这份。好，回家喽。起床了，这个。啊，爸。哎，老婆，刚才我妈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回去一趟，要不一会儿超市你先过去啊。生生说他去。生生去啊？啊。什么情况啊，生生？今儿太阳西边出来了啊？反正今天没事儿，就想帮你们看超市，不可以吗？哦，可以可以，只是事出反常必有妖，老爸这心里呀，七上八下的。哦，不乐意呀？不乐意，那你自己去看喽。哎，我就说吧，没诚意。行了行了，别斗嘴了，你呀，赶紧洗洗手，跟我把盒饭装了。好嘞，生生你先吃。装盒饭喽，好着喽。慢点。你不是要去买什么手办吗？对啊，这不等着下班后去拿呢吗？那你现在去呗，反正中午过了也没什么人。这个人你说的啊，那我去了啊。你替我看手电，我马上就回来。OK， 拜拜。你真的来了？你都告诉我了，我能不来吗？想要吃什么？啊，刚做完一台手术，食堂过了饭点了，又不想点外卖，想看看有什么盒饭。今天是宫保鸡丁和梅菜扣肉，你要哪个？一样来一个吧，还有放松。好了，你平常周末都会帮家里看超市啊？有时候是。你给我，我去给你拿袋子。要帮你加热吗？医院有微波炉。不用给钱了，我请你。这又不是你的超市，让你爸妈亏钱不好。而且以后要是见面了，说不过去。欢迎光临。你昨晚为什么睡得那么晚？比你跟我发消息睡得更晚。为什么呀？有点失眠。还是不舒服吗？这倒没有。真的没有不舒服吗？我是医生，相信我。你们先。好，谢谢。啊，给我吧。欢迎下次光临，谢谢。谢谢。我请你。我家超市啊。我买单。好。下午病人比较多，还加了一台手术，可能要到晚上10点多，晚饭时间可能就过不来了。拜拜。拜拜。
莫医生，哎，INR偏低，最近吃的那个哈法林的剂量是多少？一天一次，一次半片。建议改成1天1片，然后3天后再过来复测一下。好的，谢谢莫医生。不客气。请3号王鼎国到4号诊室就诊。哥，我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先走啊？啊，哎，珊珊，你要下班了？刚好我今晚没事，我请你看电影吧。我有事儿。你等我10分钟，一起啊！我妈现在在外公家，她让我去接她。我真有事儿，那我先走了啊，拜拜啊！那下次啊，下次啊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什么事儿啊？不愿意一起走。啊，我今天可不上班。不上班？那你来超市干嘛？我热爱工作岗位，热爱超市门店，热爱同事，来这儿吃吃喝喝不行啊？行，闲的。哎，干嘛走啊？你不上班，我上班，我是拿工资的，我这还有活呢。我这今天可算是顾客，你不陪我聊2句啊？咖啡厅都没你这种招待顾客的要求，这是一超市，你还指望有什么陪聊服务？哎，那说不准以后就会引来大批的客流，成为城市一景呢。行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了？说说。应聘了一个录音棚，没录取。你的意思是这想跳槽没成功？那我只能说，活该，活该，活该。不是你会不会说话呀你？我开玩笑呢，你至于吗？不是，你能不能别天天吊儿郎当的了？你看看你妹，再看看你，就知道讨论。哎，你周一上班可别迟到啊！我可不像你，仗着自己是超市太子爷，就没准点的时候。哎，同学啊，你今天是跟我杠上了吗？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对呀，我就是跟你杠上了。行，我让着你。谢谢你。你好，请问您找谁？我是那个闪送，可以麻烦帮我把这个交给莫倾城医生吗？你是闪送？对，闪送。莫医生在手术，没办法给你收件码。没关系的，那我找寄件人要就好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麻烦您帮我把这个亲手交给他。我懂，您放心。周末快乐，周末快乐，谢谢。我外公做凉面最拿手了，这是给你留的，猜你忙到吃不上晚饭，快吃吧，生生。
兴的事儿吗？跟外公说说。外公，您改天教我做凉面。太没问题了，做凉面最重要的是调料，你外公弄的这个调料是没人比得了。外公听得我都饿了，要不您现在就教我做吧？好啊，正好我也想吃这口了，来，走。哎呀，教教你做凉面。谈着恋爱谈得跟地下恋似的，在自家超市都不敢相认啊。你不知道，要是被我家那几个哥哥知道了，得有多麻烦。那倒是，他那几个哥哥呀，各顶各的臭美狂。哎，他们完美配音的录音棚是不是特别大？挺大的，有好几个工作间。真的啊？哎，珊珊，那你平时去录音棚一般都碰见谁？是他们都在，还是都各忙各的？不一定能遇见。他们的社团绝美是社长，但是在外面有自己的公司。豆豆呢是副社长，全职在录音棚。还有江千慈和方小宋，他们两个都是医生，平时特别的忙，只有休息的时候才去录音，所以都不一定能见到。那我们作为某人正牌女友的家属，是不是可以去看一下啦？再等等，等时间长一点之后再说。我还有选修课心法。你还害羞了？哪有？去吧去吧。拜拜。不对呀，我也有选修课呀。那你们都走了，就剩我一个。豆豆，那个新人什么时候报道？明天。明天，我这刚好有个游戏需要几个新角色的配音，那个明天上午能到吗？哦，能。通知的是明天上午9点。那个我茂哥呢？哎，你说那个，如果一个女孩她喜欢一个男生的话，她会主动跟他联系吗？就是给他发个微信什么的。这个看个人性格吧，像我就会主动，但是有的人越喜欢越不敢跟对方说话。为什么呢？怕被人发现吧，也怕对方不喜欢自己，怕打扰别人。说这种叫回避型依恋人格，就是越喜欢越回避。越喜欢越回避。啊，行，收下了。所以周正老师看上谁了？没有，我能看上谁呀？就是这两天我配个电视剧嘛，然后里面有人设觉得不太合理，就跟你讨论讨论。哦，人设不合理，人设不合理是剧组的问题，不是咱们配音演员的问题。你说人家把剧发过来，你觉得人设不合理，你不配了？配，该配得配是吧？你看我这人一天天就瞎操心，你看看。行，那我知道了。行，谢谢豆豆老师。客气，周正老师。忙你的啊。看你憋到什么时候。你看，我看，怎么样？好看吗？
帅呀！果然人靠衣装，马靠鞍啊！谢谢社长。哎，我怎么有一种老母亲缝新衣送闺女出嫁的感觉？同感同感。社长就算了，你占我什么便宜啊？我这不是替你高兴吗？到了完美，你好好干啊，可别给我们丢人。那是一定啊！我一定会向我的偶像风雅颂学习，做一个优秀的当代斜杠青年。等我学明白了，我就回来贡献咱们朝朝暮暮。不过呀，我特别害怕见到一个人。谁呀？强青瓷。对呀，你说强青瓷在网上那么高调追生生，生生那个隔壁师兄人又那么优秀，咱还吃他饭了，吃人嘴短。强青瓷肯定是知道我是生生的娘家人，到时候一问我怎么办？生生优秀，值得被优秀的人追，而且这是他自己的事情，咱们就别干涉了。至于怎么选择，生生他自己开心就行。你呢，就是去工作的，多听多看多学习。明天我送你去完美，算是送你出征。二位，大恩不言谢。到了，就这儿。这第3层都是我们的。嚯，大产业啊！哪天咱们能办到这种规模就好了。一步步来呗，万丈高楼平地起。终于找到了打心眼里喜欢的正经工作。嗨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和珊珊说？我和社长都知道，你不告诉他，小心他给你算账。等过了今天我就说啊，我这一上楼拿到了工作的正式合同，我签约了我就说，不然不走到最后一步，我这心里总是不踏实啊，不敢说。哎呀，晚上回工作室吃饭，直接告诉他，他肯定替你高兴。行，上去吧，手能不能轻点儿？手劲儿大，忍点吧。下班前打给我，有时间来接你，省张地铁票。那多不好意思呀，让你来回跑。你这电瓶车充电也挺麻烦吧？刚换的新车，续航可久了。反正你记得打给我。行，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。走啦。目送您。来啦！快进来。哈喽。西柚。哎，走调来了。哦，来了。来报道了。对。我今天呢也第一天转正，咱俩算是有缘分，恭喜恭喜！同喜同喜！给你，这个是实习期的劳动合同和人事需要的信息登记表，你去那边把它填一下吧。谢谢啊。嗨，恭喜啊！呀，恭喜！咱们这届就咱们俩。是吗？那咱们周末得一起吃个饭，好好庆祝庆祝。好呀。老师，娟妹老师，快，刚好我这要录个 demo 急用，你们先别忙了，先过来吧。哦，好。不用了，来。请进。哦，对了，莫老师刚回来，这会儿在补觉呢。哦，没有，他醒了。他在里边干活，我帮你叫他啊。哦，好，谢谢。那我给你泡个茶或者咖啡。啊，不用，你去忙吧。没事，这就是我的工作。要不给你泡个奶茶吧？好，谢谢。我想洗个手。那边右转。好。来，带你们去我们大录音棚看一下。好，走。哎呀，刚好，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就是你那个粉丝走调。这不是？怎么？隔壁师兄。你好，我是江青瓷。完了，这偶像
钱光环一下就被抢走了。我也奇怪呢。我和这小兄弟有过一面之缘。对，一面之缘。走掉。我怎么没想到你们？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一个音社特别好的朋友，走掉。哦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没跟生生说吗？我已经被完美配音录取了，是正式员工了。真的假的？那你不说？我本来今天是签合同嘛，想着晚上回工作室告诉你的。怎么还怕我黄你啊？我特意亲自打的电话。不敢不敢，主要是太惊喜显得不够真实。偶像好。终于轮到我了。刚才太震惊了，我实在是没有想到江青子居然长这样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们钱老板这长相让你失望了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。行了，有什么事儿咱们中午吃饭再聊吧。啊，我带他们两个先去赶个活，好吧？走，我也一块走。你怎么也不跟我说？你朋友的好消息，应该让他亲口跟你说才好。他靠谱，信我。信。哎呀，今天生生来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蹭一口莫老师做的饭哦。对呀，没问题。真的？耶！做饭去。今天有2位新的成员加入我们完美配音，我代表大家欢迎你们2位。欢迎欢迎欢迎！我说2句，我从10年前就是完美配音的粉丝，今天也算是完成梦想，加入了大家。我也说2句，我不像小美，我不是学播音主持的，我纯粹草根出身，自学成才。我干一个。我也干了，我也干了。不用。心意到了就行了，别客气，不用客气。其实完美配音一开始也是一个纯网络社团，一半都是非专业出身的。你看我们3大王牌，风雅颂跟江京慈都是医生，剩下的吧，不重要，不说了。总之大家都是非科班出身的，直到后来有了录音棚，才有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进来。就你小子也不用妄自菲薄，给自己偷懒找借口，加把劲儿。我一定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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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你们来。还在做什么呢？鸡胗毛豆外部菜。哇，外面吃的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大家吃的很开心。感觉大家都挺喜欢走调的。对，尤其是风雅颂。是吗？那就好。帮我打压下手。好香啊！香吧？炒香之后倒鸡胗。晚饭让他带回去吃，刚好省一顿饭钱。
好吃啊！好好吃啊！就等你们这道菜了，我的强老板。好了，还有一个汤。好，那就先不打扰了。那个外面人太多了，也坐不下了，我们俩就不出去了。明白。让我帮二位关个门。鸡胗毛豆外国菜来喽！来，往这儿放。莫老师还有一个汤啊，稍等，马上就好了。好，早点，去坐风老边上，这样吃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去，快坐我那儿去。哎，有点辣。不辣呀。啊，一点点。方老师，你呀，以后不用跟我那么客气，我就是比你早入行了10年，剩下咱俩没任何差别啊。吃，谢谢。入职手续办的怎么样了？哦，刚刚都填好了。那就行。我们这儿公司月底发，你还有积蓄吗？这个月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有问题随时说。你吃过的苦啊，我以前都吃过。咱俩这可以算是相差10年的患难之交。我就是看了你的奋斗之路，你之前有个采访说你最爱吃肉包子，就是因为最穷的时候每天只能吃1顿饭，那顿饭就是肉包子。这么早之前的视频你都看过？肉包子不算什么，我最穷的那阵儿，人家过生日请吃海鲜，海鲜不新鲜，我回来直接食物中毒，当时我就趴床上上吐下泻。我呀就跟我当时的舍友说，能不能你去医院开了药给我蹭点吃。太惨了！你说你那时候要认识匪少多好啊！对呀，那我必须要给你管饱。什么叫管饱？哎，你之前不是医学院的学生吗？高中时候的事儿了。虽然第一次吃海鲜会有点痛苦，但是真好吃。哎，还是好吃。你第一次吃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香。尝尝那个。口渴了吧？还是豆豆姐懂我。嘴甜没用，早不吃你这套了。谢谢。王小松，还是豆儿姐对你好啊。哎，豆儿姐偏心呢。江青瓷老师专阅，这个我不能看吧？原则上不能。啊，我上一次过来还是我第一次进这么大的录音棚，当时人太多了，我都没好意思多看。那现在你可以慢慢看。比起我们那个小棚专业多了，设备也更齐全。怎么啦？我在想，我们可以正式的开始认识对方了。啊？怎么认识啊？除了彼此的网名、职业，还有家庭住址，其他的好像都是空白。我今年29岁。我22。我是12月14号出生的。终于知道你是哪一天生的了，网上都查不到资料，你也不过生日，所以没有人知道，大家还都在猜你的星座是什么。是吗？啊，我是3月20号。你知道啊？双鱼座。自己的女朋友总要提前做好功课。那你喜欢吃什么？我啊？因为我之前翻了你所有的微博，发现你好像什么都吃，拿不出你的口味。我水果喜欢吃草莓。我水果喜欢提子。菜我喜欢吃辣的。
一样。那你喜欢什么颜色？白色。白色。还有呢？蓝色。我喜欢绿色，还有白色。那不是吗？来，快去，推我来了吗？你说这两个人确立关系了没有啊？我觉得应该已经确立了吧。那也不至于避嫌成这样吧？这距离，这太避嫌了。他这人什么样你还不知道啊？天天就又装还闷骚，这样就怕我们说他不检点。哎，要说到装，我觉得你俩挺闲闲吗？还行啊，还行。欠我那个配音今天晚上能弄完吗？还在这闲聊？你那配音不早给你了吗？那是上个月的，你这个月呢？啊，你还有2个电视广告吧？你还有一个动画电影吧？还有游戏配音100多句，你什么时候弄的？100多句，你游戏配音已经配完了吗？你别说你配完了，配完了，你俩干什么你？明天要交。喊什么喊？一天就知道针对我，这跑到录音棚谈恋爱你不管，你就知道管我的单身狗。你管什么？你管好你自己吧！你快点。行，不管，我走。快点！瞧这德行，这喊一天到晚的。不着调。你是不是有个混音也？现在混？电影我比较聊，茂哥聊着呢。那我先出去，你们先忙。你大概什么时候结束啊？得到后半夜了吧？那我先回家，等你忙完了跟我说。给你叫辆车。没事儿，不用了。茂哥，慢走啊。看清楚了，漂亮。要不是有天师门部的防护法阵，这一带的村子早就被凶手毁了。再说了，其他门派的防护法阵，听说也是天师门传授，所以他们才成为仙盟盟主，人家是有大功劳的。孙女儿，你怎么净帮黄皮子们说话？你忘了他们跟我们明术门水火不容了？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又给我安排新工作了。这是你的工作，你怕什么呀？第一天上班紧张吗？刚才人多，作为你相识多年的好朋友，恭喜你终于找到了心仪的工作。谢谢你，顾生同学。你这个什么时候录啊？明天，今天第一天报道，就录了个小样给他们发过去。就光这个小样，我都在录音棚录了好多遍，我都觉得对不起录音师，而且给我们新人请的还是咱棚里最牛的录音师。茂哥啊？对，就是茂哥。那你现在下班了吗？豆豆姐说我可以下班了，但你看那么多老师还都工作呢，我哪敢走呀？还是老实看词吧。走调啊！工作完成了还不下班，等什么？留在这儿养蘑菇。你今天第一天来，主要任务就是配合人事完成手续，熟悉环境，还要认识一下大家。所有人的时间都是跟着工作量安排的。快，莫老师给的饭拿上，赶紧回家。谢谢豆豆姐，谢谢莫老师。豆豆姐，那我们先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，路上小心啊！明天上午10点别迟到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走，请你喝奶茶庆祝一下。你说的啊，我可要双份果肉。等等，怎么东西忘拿了？我看是你忘了吧，忘了给大家一个交代。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他是枪青瓷？不把我们当一家人是不是？认真检讨。我错了。
那个时候你们突然进来吓我一跳，我就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了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我弥补，我检讨，我自省啊。下不为例。行吧，那就原谅你了。绝对下不为例。所以你们真的不生气啦？人家锵青瓷生不生我们的气还不知道呢，第一次见面就把人家当厨子，人家对我们肯定没有好印象了。没有，他特别喜欢这儿，我发誓，他自己说的。他说来到这儿就让他想起了天字1号刚创立的时候，条件比我们还艰苦呢。那时候全凭他们一腔热血，他们一起凑钱租房子出免费的作品。哦，对了，他还说那时候他作品的点击率比我们还少呢，100多条评论，他们能来来回回看好几遍呢。那不跟咱们这时候差不多吗？是啊，我每天晚上都要看咱们研社的留言，不然我都睡不着觉。说不准有一天，咱们也能做成天字1号的规模。一定可以的，努力再努力。你今儿第一天上班怎么样？对啊，那可是开了眼界了，这大工作室就是不一样。给你看看我的劳动合同，我看看，还有宣传册、作品集，还有我的门禁卡。哎，等以后咱们这做大了，也要像他们一样招人这么正规。我今天已经知道了，12月14号射手座。哦，对了，穆老师给我做了一大盒饭，给你们尝尝。在哪儿？你不早说？赶紧的。继续。哇，这也太好吃了吧！哎，走点儿，你咬那么多干嘛？给我们留留。继续什么？了解彼此。你这人挺怪的。哪里怪？着急确定，但其实咱俩互相都不熟悉。确定关系，因为怕你被人追走。至于了解，慢慢来，是我的诚意。万一不合适呢？这话你已经第2次说了，这么没新鲜。其实我除了上网早、入行早，比后来的人多占了时间上的便宜，也没什么特别的。现实生活里的我，这些日子你也都见到了，很忙，想要维持一段感情关系很难。我们这行有时候家里人生病了都没时间去，因为在我们面前有更多需要帮助的病人。个人的生活时间也几乎没有，更不要说能够经常陪女朋友了。我理解。想吃什么？怎么突然说到吃的了？我只有零碎的时间给你做点好吃的，作为一个男朋友，确实有点不太合格。
现在吗？明天做好了给你闪送到学校。可是我想不好要吃什么。有什么特别要求吗？要开胃的，能吃饱的。啊，其实不用做那么麻烦的，随便做一个能吃饱的主食就行了，这样我也不用去食堂打饭了。好。汪老师，里边差不多了，咱们过半个小时开始。好，我先去蒸个米饭。哎，大半夜的蒸米饭，你什么情况你？啊？明天早上要用的，隔夜的饭炒起来好吃。这他爱好不懂了吧？不当厨子真可惜了啊！咱莫老师认真起来多可怕呀！认真工作，认真做饭，还认真谈恋爱。没错，认真的男人才是最有魅力的。怎么着，学妹老师？眼看还半个小时了，等会儿也给我们认真一把，展现一下你的魅力哈！来什么呀？别半个小时了，现在就来！把我这茶先给我录了，来给我调上，我现在直接开干。说干就干呀！整。怎么了这人？今天这么积极啊？哎，你留神我的线，跪着！哎呀！哈吼嘿，哈吼嘿，吃错药了。来吧，来。早班也不至于这么早吧？这干嘛呀？这是，哎呀！您继续睡。弄什么声啊？酸菜炒米。你怎么起来了？上个厕所。你这多少没吃饱啊？哎呀，好香啊！料足，当然香了。哎呀，你说你做什么都香。哎呀，你说我这大早上5点让我闻这个，你说我睡还是不睡了啊？睡吧，别做你的饭。别做我的饭。啊？你给我留点，留点啊！你这生生一个女孩哪能吃了这么多啊？她还有室友啊。室友？高小静。好，锅里还有粥呢，你找点咸菜，自己将就一下啊。什么咸菜？在哪儿啊？有，在那儿，还有咸鸭蛋，冰箱里。啥玩意儿？顾生早，早。你醒啦？你出去了？
今天早上就上了闹钟出去了。什么宝贝东西送来了？午饭。你家超市盒饭吗？某人做的，他早上上班前做的。哦，咱学校又不是没有食堂，特意送来是让我们羡慕的。就是我这个有男朋友的我都酸了。分给你们吃，他特地的做的多人份。啊！大大是万岁！是的，我收回我刚才的话。你先刷牙。哦，是让我要大份的啊。哦，没想到有人这样啊！哎，你先别说了，让我先刷。那是我男神的饭，我先刷。怎么了？一会儿肯定是我吃的最多呀。行了，你别说话，你赶紧刷吧。虽然我在减肥期，但是我还是能吃的很多。你拉倒吧，你减肥你就别吃。这个也是这次。好，下个月就没那么忙了，这个月辛苦一点。这一场是3点20，13点50，这么晚？他明天没时间，只有10点到12点。干什么呢？排班呢。把他这个记一下。哎，咱们那个慈善 APP 合作那事儿考虑怎么样了？就按部就班呢。按部就班，我跟你说正事儿呢，认真点行不行？我挺认真的呀。你不是不管跟第三方合作的事儿吗？我之前每次问你，你都让我自己决定。你这能一样吗？这回是正事儿，大事儿，10周年庆。所以说按部就班，你就别操心了。我看看。这个插广告。哎，我这有一想法。你说。老朱，多久没见了咱们？老朱是挺久没见了，他最近干嘛呢？我跟你讲啊，他5·1想在桂林弄一大型配音剧，刚好知道咱们10周年庆的事儿，我就想啊，怎么能把这个事儿传一局，咱们一起。真的啊？桂林我没去过，而且老朱咱们真的好久没见了，是吧？你看啊，咱们刚好这个今年团建没定吧？大型配音剧，还有咱们10周年庆，慈善 APP， 这一见你看速雕呢，怎么样？你觉得？这太好了。好啊，那明天我跟高小新商量一下。啊，你要商量啊，这是大事，你得好好商量，当面跟人家商量。但我明天排班挺满的，可能没时间去学校。不是，那你可以把他叫到我们录音棚来啊，是吧？咱们在录音棚聊，人家合作方连录音棚都没来过，你觉得是不太好？有道理。啊，那这样，明天把咱们这收拾一下，然后订下午茶。你那个收拾的时候，你就好好收拾，收拾干干净净的，人家合作方过来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那几点？3点，明天下午3点。3点我有空，咱们一块聊，好吧？行，可以。那行，那咱就这么定了，明天下午3点啊。哎，你回来了，人多吗？人特别少，你赶紧去吧。好，我洗完袜子就去。喂，豆豆姐。哎，是我，是咱们合作的事儿。现在有一个大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啊？我先卖个关子，你明天下午3点有空吗？邀请你来我们录音棚喝个下午茶。可以啊，我没课的。行，那我跟绝美一起等你。好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
好，明天见。约好了啊？约了吗？约好了啊？还行，还挺快。啊，你往哪儿挂呢？这是牛仔裤，那么沉，挂得住吗？哦，是，用这个挂。哎，豆豆姐，门口有人。小信，豆豆姐，啊，是我，终于见着本人了，之前就在朋友圈见过照片啊，快进来吧。绝美还在里边配音呢，想去看看吗？哦，看什么？你第一次来我们录音棚，不想看看他现场怎么配音？好啊，走吧。夜来人静，稍等会儿啊，马上就好。他看一白影暗淡的云中月，想天快亮了。包哥最后一段了啊，快3点了，直接来。你准备好随时来啊。他看不见。哦，客户让咱们配一点那个录音的花絮，他臭美非得给自己打一个背光，现在玻璃上只能看见反光，看不见咱们。哦，这样啊。睁眼时，朱红木门敞开着，外头一个人没有，却有着清晨那种热闹的嘈杂的烟火气。百花深处，他的烟火人间。怎么样？我觉得差不多了吧？3点了，我觉得没问题啊。OK， 那就没问题。哎，今天他们这个灯，我觉得打的还挺好看的。你看看，看看我今天是不是格外的帅气？啊，臭美的。全宇宙你最帅啊！你给我拍2张，快拍2张。拍什么呀？你自己拍。赶紧的，快！我很少拍照，你看，我自己拍2张啊。行了，那个更小杏来了吗？啊，哦，哎，别说话，坐下。更小杏，别出声。什么小杏？没有啊，还没有。他是不是迷路了？要么你去接一下。不是，我不是让你打电话问他吗？你没打吗？不熟啊，我忘了。什么不熟啊？我说我交代你点事儿，你怎么办呢？啊？这小孩也是，都几点了？哎呀，还迟到。那一会儿我说什么呀？逗逗他。不，我说一天交代你们点事儿，你们。什么时候来的？哦，我刚来。啊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那个，最近还好吗？我挺好的，你呢？我也挺好的。那就好。嗯。
大家好。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你们在对台本吗？觉明老师出戏了啊，录完了可以出戏了。笑，你笑什么笑？你看看刚才我录的最后2段，我觉得都可以。倒数第2段吧，好吧，直接把它发给客户就可以了。OK， 那我们出去聊吧。好啊，那出去聊吧。好。豆姐啊，你们先去，我学习一下倒数第2段。去吧。你要不要吃点水果？不用，谢谢。那个豆豆跟你说了这次来具体要聊什么吗？没有，不过说是有好消息。确实是好消息。您刚刚很厉害。谢谢。我之前听过很多你的配音作品，这一次终于现场观摩了一次了。你还听过我的作品呢？当然了。我以为你过去对我们这个行业不了解呢。我过去是不了解，不过我们宿舍2个人，深深还有另外一个叫七瑶的，他们特别的喜欢你们。因为我们要合作嘛，所以我听了很多你的作品去了解你。多谢关注。你们俩不是一开始就沟通吗？怎么现在说话还这么客气啊？全美，你是不是有点认真过头了？平时不挺自来熟的吗？这不公事公办吗？懂了你？什么公事公办？不是咱风格。而且到时候如果咱们一块儿去桂林，还是一块玩的好朋友，对吧？去桂林？一会儿慢慢说吧。那个西柚，把下午茶拿过来吧。好。辛苦了，去忙吧。好。这个怎么样？看着挺好吃的。谢谢。好吃，好好吃。豆姐，我们为什么要去桂林啊？这个是一个意外福利，也是我跟绝美昨天沟通出来的。趁你今天能过来，想跟你商量商量。我们准备把完美10周年庆放在桂林办。确切的说是桂林的阳朔。所以想问问你有什么意见？我当然是没什么意见了，不过钱谁出啊？钱那个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啊，豆姐。我们福福 APP 是纯慈善性质的，制作还有运营都是要靠捐款。我们也是没有工资的，算是志愿者，所以没有钱去阳朔，机票、旅店这些都是要花钱的，所以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，因为我们这次去是受主办方的邀请，也是我们的一个朋友，他想在桂林阳朔弄一个大型的山水配音剧，顺便呢就把我们完美配音10周年庆典一起弄了。再顺便因为我们每年都有一次老员工的员工福利，我们都会出去旅游一次，是吧？所以你跟你小伙伴阳朔的吃住行，我们录音棚全包了。不行，这样不行。豆姐，我觉得呢，我们还是没关系。主办方这次给了我们3个家属名额，你看现在就生1个真正的家属，还有2个，算你1个。对，算你家属。不，你这话说的，你是搞得像我占人家便宜一样。你看你想得美，挂名的。到
到时候啊，咱们就吃吃喝喝，把这个便宜占回来。对，你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喝什么喝什么。豆姐，我觉得呢，我还是远程参与你们吧，也不花钱，给大家都省钱了，可以吗？哎呀，你就别犹豫了，小幸，小幸福，咱们都是痛快人，就这么定了啊。5·1假期，阳朔见。阳朔？开玩笑呢吧？去阳朔办活动啊？对啊，声势越办越大了，我们要去阳朔啦！开什么玩笑？年初定的那个配音剧，你们给忘了啊？不是说在周边办吗？找个江南水乡？我也记得当初就是这么安排的呀。哎呦，这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改了多少个版本了？那个我看莫老师平时工作太忙了，就是一直没给你更新那个进度，是吧，豆豆？那冯小松那边呢？问过了，没问题，他调班就行。而且这次周正真的提醒我了，咱们是不是开春就说全公司团建旅游？结果呢，就因为你跟风雅松太忙，一直拖到现在。可不是。幸好这回他找那个赞助商啊，财大气粗，直接把咱们旅游这个福利解决了。这样不太好吧？本来这次活动就没什么预算，我和你都算是志愿者。我也这么想，不过那个豆姐她特别热情，正好他们有一个大型配音剧在阳朔办，完美配音组顺便去旅游团建，所以呢，我们的驻英费用就由他们出来。人多还热闹好玩，感觉好像哪里不太对。不对。别看我干嘛？这事儿是我跟豆豆我们一块定的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看平时最近啊，大家确实挺辛苦，就找一个机会呢，我们一起出去放松一下，休息。大家真的需要休息。行，我也没什么意见，那我就调班，配合一下娟美老师呗。你这话说的，怎么能说是配合我呢？啊，你不让我配合啊？这么一想也是，我牺牲自己好几个月的周末换一个假期是挺麻烦啊。要不我还是算了吧。对，你不能算了，你要配合，纯当配合我，行不行？啊？我翠园旅游的地方都在包邮区之内，我还是第一次往那么远的地方飞呢。我也是，最远去的就是苏州了。你俩一个真家属，一个假家属，就要双宿双栖过5·1了，羡慕死了。都工作嘛，所以这是你俩第一次一起出去玩。叶先生，我呢知道跟他第一次出去旅游一定要穿好看的，我去你家帮你挑衣服。怎么啦？还不知道怎么跟家里说呢，万一不同意怎么办啊？哎，这话说回来，这一次要去的话，这也算是你跟盛世曼第一次长途旅行吧？真的第一次。不是工作吗？是去工作，我们是去工作，你这就不一样了。行，我配合。你看看那个孟老师啊，你看刚刚一直让我求他劝他，这搞了半天就是他自己想去，是不是啊？你看看，那要不这样吧，你们去，我呢刚好借这个休假的时间，我可以跟他单独去旅行，对吧？反正你也知道，我从来都不参加线下活动。对呀，到时候咱们就连个线不就好了吧？啊，就这么定了。别，你不能走啊！你得去啊！你是得去。你看我这个嘴，你嘴欠，使劲，你不能走哦。就是啊，你怎么那么招人讨厌啊？就你废话多说，还说不过人家。但是话说回来，莫老师，这次咱们确实是人多事儿也多。你看，订机票、订酒店，还有10周年活动、配音剧活动，这都得准备啊！你们早做决定，我才好安排。对，你必须得去，你要不去，我也不去。你求求你了，行不行啊？你去！你看你不去，我就不松手了。你不去，我就不松手。去是吧？真去啊？去！哎，你早说嘛！哎呀，你累死我了，累我累的。好，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，散会。我不同意。对，我也不同意。
你说你们两个小姑娘跟着人家公司出去玩，想想就不靠谱，是不是遇到那什么骗子公司了？就是啊，不是骗子，人家是知名配音公司。对，我作证，我呢是代表公司去的，算是对接人。深深呢是我们的策划，而且我们公司也是正经的慈善 app， 哥们可以放心。什么是 app？ 不是他策划。哎，好了，我们呢也不是草木皆兵，但是你俩一下飞这么远，又是第一次去，就算对方不是骗子，你俩能照顾好自己吗？就是啊。哎，要不然这样吧。我跟战队请个假，我陪你们俩去呗。不要。几位哥哥，咱们生生马上就要保研了，这法定结婚年龄都到了，你们还想这么管？怎么想管一辈子啊？你客气点，挂点。是外公。要我说呀，顾家虽然年龄最小，但是最懂事。这个生生要不是为了保研，现在已然参加工作了。如果单位派他去出差，你们几个也请假陪他去啊？就是哎，外公，我这有一哥们儿，人在桂林，我给他打一电话，让他照顾着。哎，这可以，老二可以啊。我不要，外公，你看我二哥。怎么了？我那哥们儿人开旅游公司的，有人有车，怎么都方便，他照顾着我还放心呢。那我又不认识他，为什么要跟他一起啊？那你去了不就认识了吗？有个人，妹妹出个门，做哥哥的担心也是应该的。但是适可而止。要给人家自由吧。哎呀，对，你现在外边社会多乱呀，对不对？是啊，这俩小姑娘她不放心，不行，现在还太年轻了。现在的社会真的很复杂。各位哥哥们，这个呢是我们公司2家签的合同，还有营业执照之类的。这个呢是我们杨树的行程表，有所住的酒店，行程都安排的非常的详细，你们可以看一看。这地儿咱就不能去，别多全呀。哎，生生啊，你要是想去这个杨树玩呢，等11放假的时候啊，我们一家人可以一起去啊。就是，哎，再说了，你看他是项目的负责人，你只是个策划，你没必要一起去啊，对不对？那他一个人去，他跟人家又不熟，他一个人多无聊。再说了，我跟他一起去有个伴，不好吗？不可以吗？对，而且我特别怕，还有我不敢一个人睡，正好呢有生生能够陪着我们相互照应，对吧？俩小姑娘，好了，不讨论了，我同意生生去了。外公，谢谢外公。到时候我跟你爸爸妈妈说啊。哎，把这个给我看看。外公，谢谢外公。看，印象刘三姐，这个好啊，这个我和几个老同学都去过。你看这个梯田，这个实景都非常漂亮，值得一去。好，我知道外公，我一定去。反正我不同意啊。要不再检查一遍箱子？不用了吧？你检查多少遍了，还检查？睡得着吗？睡不着。挺兴奋，我就知道。我刚刚在脑海里重新梳理了一遍啊。一开始让你帮我做这个周年庆活动，我还在想，我都不知道什么是配音圈，你的古龙圈是什么呢？我现在竟然要去参加周年庆了，还是在阳朔。哎，好像是春节前对吧？对啊，春节前。那个时候，春节前我还不认识他。现在就开始想他啦，古筝同学。俩丫头怎么还没睡呢？不是明天一早的飞机吗？睡啦，外公。啊，好。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外公耳朵可灵了。大半夜的弹吉他，你不投诉啊？邻居的一个哥哥失恋了，给我们旁边的每户人家都送了一个水果篮，说他要休整3天，让我们体谅一下。人家失恋的多可怜，没事儿，一会儿就停。是可怜之人。
不过这曲儿倒是挺好听的哈。你说有没有可能啊？他弹着弹着写出一首代表作来，自此成名，走上人生巅峰了。你能不能有点同情心？人家失恋了呀。那等以后你失恋了，我也给气。我才不会失恋呢。不过我祝福你啊，你永远都不会失恋，你跟莫老师一辈子好好的。哎呀，谈恋爱真好啊。咱们先往外面走，老朱说他在停车场等我们。好。昨天晚上睡好？我帮你订。太兴奋没睡着。难怪在飞机上一直打瞌睡。老板就是老板。哎，跟我说在停车场，那就往那边走吧。说了啊，可以了。哎，你们这群大佬，我昨天我都没睡着觉。哎呦，你别扯了，你不是说睡不着觉是因为失恋了吗？别总拆我台，又失恋。哎，江青思，你说你这2年神出鬼没的，我以为你又要神隐了呢。这2年确实工作太忙了。哎，工作归工作，生活归生活，量不耽误嘛。这不你教我的吗？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女朋友顾生，这是她的同学庚小信。嗨，你好，我是庚小信。生生们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你好，你好，我是生生曼，叫我生生就好。哎，你好，幸会，幸会，幸会。很高兴认识你。我最高兴，我比他高兴。啊！我关注他追他好几个月了，我心想这得是个什么人？我今天终于见到本尊了。这事儿我证明啊，他有时候偷偷问我，这江青瓷到底行不行，追不追得上？我着急，我关注，我怕他追不上，我多着急啊！我老朱啊，咱有客套话回酒店说，慢慢说。先上车行吧？对啊，热死了。对，不能让你这帮大佬在机场门口等着。咱们上车，咱们先吃饭，好吧？走，一会儿有2个神秘人士。哎呦，神秘人，你见了就知道了。走。你知道是谁吗？不知道啊。谁呀？这才是。小丽，这些放到下边。估计放不完。那我们俩放上去吧。行，这边。哎，怎么没见茂哥呀？茂哥在新人文知道。我看看是谁呀？这个吧。哎呦，莫白，好久不见。哎呦，等1个小时了，各位主动。哎，你们社团人呢？坐上一辆车先走了，这不坐不下了吗？我们2个老人啊，主动给让座了。明明是你听说江青瓷要来，主动留下来的。你这人说话能不能留3分？真是。是你们俩，我说。嗨，豆豆。哎，好久不见。新朋友庚小信。嗨，坐这儿吧，这儿风景好。好。嗨，莫白，默。嗨，我叫小信。找这儿坐啊，吃鸡爪吗？哦，不用，谢谢。来，跟我来。哎，嗨，生生们。嗨。你们啊，喜欢坐前面还是喜欢坐后面？坐前面视野好。哎，坐后面啊。后排不只可以看风景，还能看前面人都在干啥，而且我这好多零食呢。你看我都多久没见江青瓷了？你跟我讲，你不仁义啊！你以为我能常见他呀？他这2年哪儿都不去啊。2个月前不刚见过吗？情人节那天。你这张嘴就来，你这满嘴跑火车习惯要改了。这样，让生生自己选啊。没事，你选，你别有压力，你选。我都可以。车开起来后面会颠得比较厉害，就这儿吧。哎，明智之选。军美哟，一猜就是你们2个笑。我坐这儿可以吗？哦，
人齐了吧？开始。安全带。哎，绝美老树开花了。不要打草惊蛇。生生，你第一次来桂林，我给你们好好介绍一下。为什么叫桂林呢？桂树成林，每年到这个桂花开的季节，大街小巷全是桂花香，别提有多香了。那我们现在是看不到了吗？没错，哎，但没关系，妈，你可以吃到各种桂花做的吃的，还有茶。等你们走的时候，人手一份，全带回去。好啊，谢谢。哎，老朱啊，你把我们当空气了，只盯着那对小情侣，我们也要听啊。我声儿挺大的，我面向所有人的啊。谁？我们没感受到。谁在说话？啊！行，OK。诸位配音界的啊，古风歌手界的大佬们，你们好！哎，还有2位知名的 coser 在哪？欢迎来到桂林。接下来的几天之内，我将作为大家的专属导游。谢谢。好。荣幸至至，太感动了。你说你闭着眼睛说这个话，你一点都没走心，行不行了？说到现在一句正经话都没有。司机师傅，能不能换个导游啊？我多出点钱，换个专业点的。同意。哎，这个平头这个是怎么这么狂？现在我是老板，这我雇来的，你想换谁？换你啊！想你启动座椅弹射功能。我既然决定了，我非行，你打起来，快打起来！能动手就别动口啊！你是不是觉得他们太吵了？让他们小点声。挺好玩的。不是你怎么回事？你的朋友们都好有趣。这只是表面，少搭理他们，没几个正经。给完我，你俩再吵呗。哎，我感觉确实不太愿意搭理我。哎，莫白，咱俩换个位置吧。我这刚失恋，我看这小情侣，我遭不住啊！你现在想起我了，你？行了，废话确实太多了，能不能做一行爱一行？好，我端正态度啊，我是导游。诸位，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阳朔。大家肯定听过一句话：“桂林山水甲天下。”哎，但是后面还有一句，那就是阳朔山水甲桂林。好吃好吃啊！好，就这喽。咱们离上车还有一会儿，趁这个时间咱们吃个午饭，对面好多饭馆，好不好？好嘞，好，走了，上车了。饿死了，走了。你们这儿盛产什么？大家都喜欢吃什么呀？竹笋。桂林米粉里的竹笋吗？没错。还有螺蛳粉里的，都超级好吃。没错。农历3月阴笋时，现在刚好是笋季，咱们赶上了。对面不就有家粉店吗？要不咱们今天就吃米粉？行，好呀，可以啊。走。吃米粉了。这店里啊，小料都是可以自己加的。我猜你应该最想加猪肘子吧？你这么说，我像一个吃货一样。不过我确实想吃，但是吃完会有味道吧？哎，没事，我有办法，别担心。啊？什么办法？分享呗。每次我常常想吃螺蛳粉，都被九妹赶出去，嫌我味儿。办法就是大家一起吃，就都臭了，闻不出来了。你这叫办法吗？没事，嫌臭可以吃桂林米粉。你来了，你得吃一次，不然多可惜，对不对？来，走。
来啦！老板，你的螺蛳粉好香啊 ！Thank you， 谢谢老板。我还是第一次吃这种干拌米粉啊，这就不懂了吧？正宗的桂林米粉全是干拌的，是吧？哎，哥，你歇歇吧啊，让莫老师讲，带着感情讲。对你得讲成那种美食节目那种感觉。桂林米粉的精华就是它那个卤水，所以为了能够充分的感受这个卤水的味道，建议大家干拌着吃。当然，还有一种很正宗的吃法，就是一粉两吃，先吃干拌的，吃的差不多了，再倒他们的骨头汤，味道也是一绝。哎，你会吃。完了，我这汤直接到位了。直接跟你。好吃。是。你螺蛳粉碗里的鸭脚看起来也挺不错的。他去哪了？我不知道，估计去拿辣椒油吧。还不够辣，我辣都眼泪出来了。那你慢点吃。我也有点啊。再来一个。酸辣，但是味儿特别足。漂亮干嘛去了？来吃吧。哎呦，这可以。真是。哇，吃还得看莫老师。那必须。谢谢。你们谁要觉得辣，加点醋啊，这个解辣。我刚刚听你说辣，给你加点吧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够了，够了。谢谢。啊，我也辣死啊！好辣，你帮我也倒点来。我给你倒一杯，要不要？老男人态度那么差，难怪被甩啊！说什么呢？我那叫和平分手。男人不说前任坏话，这是一个男人的基本涵养，懂吗？哦，哎呦，你会说。你单身啊？啊，单身。我看网上说你有女朋友的。那都是他们瞎编乱造，然后传出去的。谁们？你说清楚。我真的有看见过那帖子，不是那个叫珊珊的吗？挽着你胳膊一块拍照，笑得可甜了。我知道他在说这。别不能乱说，这不能胡说，知道吗？哎，你说干啥？还急眼呢？我们绝美老师人可好啊，真的。哎，珊珊，你身边有没有合适的撮合呗？我身边啊，怎么瞧不上啊？没有，我暂时不想找男朋友。哦，我听出来了，你也单身啊？那你为什么不想找男朋友啊？哎，干什么？我还没吃完呢，你。这浓加汤我给你加点，省得你话多口渴。哎，久等，大家久等了，拍上。哎，这排队人还挺多的，来。哎，这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咱们一会儿穿过这儿呢，就是咱们一会儿要坐渡江邮轮的码头，咱们马上就能看到鼎鼎大名的漓江了。这个很多文学作品中也都提到过，漓江岸边10万青山，说的就是这儿啊。非但如此，我们还能看见20元人民币背后的那个图案，也在这里啊。来，给大家呢买的都是1等份啊，咱们可以坐在船头看看风景，好吧？辛苦，还得是朱总呀。谢谢。给我的，破费啊！我晕船，有别的路可以走吗？你晕船啊？坐这种大的游轮也会吗？我从小就晕，我一上船我就要倒，吐得昏天暗地的，不分大小。这样，你坐车，咱们有小车都自己的啊。以前很多晕船的人都选择走陆路，沿途风景也不错。那珊珊，我去坐车了。那我陪你一起去吧。没关系的，我自己可以。我陪你吧。你一个人坐车坐那么久，也没人陪了。那是不是耽误你坐车？我没事，我怎么样都行。行，就这样吧，让周正陪你，一路上还能有个人说话。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，你去坐船吧，我自己真的可以。这样，我陪你去，好吧？我总走这儿，你逼死你陪我。
啊，咱俩多久没见面了？你不陪我说说话，你给我坐船。那你票给我退了吧。啊，来啊，学妹，你是大家长，你负责代替大家照顾一下人家小姑娘啊。走，走。陪我们。走。放心吧，那我们走。对不起啊，真的麻烦大家了。那珊珊，我们阳朔见。放心吧，绝美最会照顾人了，你同学交给她没问题的。咱们走。巴拉米，看看！哎呦啊！这怎么是3星呢？我看这边有5星的。哎呀，这高就是68。你看这数学呢？行，这又大又长。慢点，小心抬脚。兄弟们，哎，10万情商！哎呦，拍上面，要不然积极抽中他们。快！来，一起。哎呦，这风行吧？这风太舒服了！哎，快！快上来就船开了。天气也好啊。一会儿吧，咱先进去吧。在这里头，走。哎呦，真美！哇，走。就咱订的包间啊，有空调，就挺好在这。咱是包间在这里头，在这2楼今天没人，因为想坐哪儿坐哪儿啊。那得凉快。坐。哎呀，这话说，这地儿可以啊！哎呀，视野特别好，就是不一样。哎呀，这喝就是可以捡点茶喝啊。来，别闲着，打牌了。来，关小宋啊，打牌吗？可以啊，来。哎，申胜，你们打吧。不打了。哎，吃零食了，我去买点。完全不给我陪你去吧，走。哎呀，坐着了。你这玩每次都玩牌，你有没有点新花样？这不费脑子啊！我先抓了啊！哎，那我继续，要不咱们出去吧？牌呀！啊，我牌不错啊，你们小心点啊！抓牌，你大话别放前面。抓牌。哎，还不错哟。但是才1张。以前总听说山水甲天下，无法体会，太美了，无法用语言来形容。帮你拍张照。好。来，摆个姿势，拍了。好了吗？怎么样？你要不要和我一起？好。你等一下，我弄一下头发。风太大了。好吧。横着吧，横过来吧。好。但是横过来就拍不到后面的琴声了。对哦，拍不到了。那还是竖来吧。要不你靠过来点儿。哎，等一下，这张我没有笑好，重新来。哎，莫倾城，你想不想好好拍了？你等一下，你别拍了。进镜头。
这按说看别人谈恋爱看多了，总该是有些麻木了。这看江金慈谈恋爱，越看越来劲呢，是不是有点初恋的感觉？哎，对，准确啊，是不是？人家枪老板本来就纯情，不像你。我怎么了？看着就是张花心脸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我这叫长得帅反而不花心，见过世面反而踏实。不要。我只说你花心，可没说你帅。哎，他都已经单身多少年了？完美配音3大王牌，我名气不比他差，为什么最后我落单了？哎，你这孩子，你生点气呀！就是。哎，我还帅白呢，让你争气。你看人家周正啊，放弃这大好的丽江风景，追着姑娘就去。木木，你给我翻译一下，他在说什么？其实啊，都是他瞎猜的。据我一路观察下来，人家俩挺清白的。你说谁？生生的同学，短头发那个？看不出来了。他俩从一上车就没分开了。哎，快！20块钱没面到了，他上甲板。拍照！走！别耍了，打扰人干什么？咱先去。走。哦，我上啊，这点觉悟没有，就打扰人。哎，前面有2座山啊，跟这个人民币背面一模一样，就在这看，千万别错过啊！谢了，没事。那个。到了吗？是哪儿啊？应该那个后面就是了。那个吗？哦，还没到呢。啊！哎，朱总，上来！拍照！能看见。他们都到顶上去了，我们要不要上去？顶上风大。好，一会儿上去。站得高看得远，哎呦这风，越高略高。拍上，来，有，哎呀，真可以。什么？这天是真漂亮。来，一人拿一张，到了吗？这哪儿啊？这是就前面呀。好久没有用纸币了，尤其这种20元纸币。你说再过10年，说起来20元纸币的背面，是不是小孩子们都反应不过来？有可能。哎，我俩不在里面，准备排挤我俩。你来我俩，你拿你过分，都能照了。没有啊，点赞，耶！哇！啊，下雨了！怎么突然下雨了？不是了。你要进去吗？都可以啊。只是可惜了，不知道下次再来是不是？你先进去等着啊，等快到了我叫你。你在里面等着。越下越大，太大了也，怎么会这么大雨啊？这地方就这样，动不动就下雨，一会儿就停了。这是。为什么一定要在外面等啊？还淋着雨，这多有意思啊！哎，人民币10减图案马上就要见到真的，多带劲儿！等会儿多拍几。像这种经典打卡，网上肯定很多人拍，自己下载几张存起来自己看不就行了？哇，太清醒的人会招人嫌弃的。我都说他100遍了，不然他怎么叫木木？赶紧拍照，马上到了。拍2张得了，这山都差不多，我就劈了，是这儿吗？是吧？越下越大了。
我动了心，从此耳畔一更心三更雨，千万种声音中听见你，千万种声音的呼吸，听见你读白句。这里有毛巾。啊，谢谢。不冷吧？不好意思啊。我这衣服全湿了，热水，有没有热水洗把脸的？才9天呢，还热水？这雨，不然这也太大了吧！这雨，这边也湿了。看什么呢？哎，拿毛巾吧！哎呀，哎，你们真是。来，我给你倒杯热茶。过来。来，还谢谢你啊！赶紧走。哎，等一下，有点疼。哎呦，够了喂！好了。谢谢。师傅，把那个空调温度开高一点吧。行。哎，你们呀，难得来丽江，不坐船只坐车，好多风景看不到喽。这路程太长了，他一个人坐车也没人陪着，大家都热热闹闹在船上玩，想想就怪可怜的。醒了？那个刚才停车我看你睡着了，就没叫你下去。是什么？那个热奶茶，我怕凉了就放杯子里，刚买了个保温杯。这下雨了，你买奶茶不会？没关系，尝尝。好喝吗？好好喝。当然好喝啊，实打实真茶叶煮出来的。哎，师傅，您是那个桂林哪儿人啊？我就是阳朔的。一会儿送你们回去之后啊，我正好回家吃饭。你们俩路上就别睡了，一会儿雨停了，我给你们停一下。难得来一趟，拍几张照呗。好，谢谢师傅。那个我倒没什么，就是他第一次长途旅行错过了，还挺可惜的。对我，我炸一波，你对我都炸，炸我干什么？我要怎么偷？我这一把这啥？等会儿，你为什么刚刚不炸了？一点啊！哎呀，上菜了你！哎，我刚才问了，还有半小时，是这个解闷。来给我啃呀！你怎么去哪儿都能找到好吃的呀？因为身边的吃货太多。只有一盘啊，你去拿着。你怎么不拿？收盘，可以。我先把你们尝尝啊。你倒是不客气。过山峰的雨雾静静，似是看不厌走不倦的曾经。这一路千里共繁星，我共你走下去，百年日共一朝一夕。如同云滴是天下雨，你低唱的时候我动了心。他俩活成小世界了，你总盯着他们干，
你听没听见啊？他们的定情曲都放了好几遍了。我也发现了，重复率太高了，还有几首别的，全和这小子有关。不是他的动画电影主题曲，就是他配过旁白的剧情歌。羡慕啊，羡慕自己唱啊。我不敢，我五音不全。你俩不觉得丢人吗？你们才是正经八百的古风歌手。是得明面啊！对啊，咱俩最少是有名有姓的呀。哎，豆儿姐，你就没有什么感觉吗？没感觉，而且人家强老师本来唱歌就好听。等着啊！干嘛呢？干嘛去？战意昂然。服务员，能点歌吗？谢谢。多大点哪首？我猜啊，一首偷凉，一首白马啊，还有一首你的歌。我猜第一首肯定是白马，你看他。哎，怎么样？哎，是不是？点完了啊，剩下的全咱仨。哎，这盘螺丝我吃了啊。跟你在一起，嘴永远都停不下来。不会觉得乏味吗？只有吃。当然不啊，吃穿住行是排在第一位，是人类的刚需。他们这里的菜很多都要加螺丝，用来提鲜你。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你要是喜欢，不如你在这里吃个吧。哦，对，还有虾，爆炒漓江虾，在漓江上走，不吃它们的虾，那真的太晚风却心悸，偷尝我一惊。榴花中做了木头林，晒一晒它炖的是心。夜里微风青草蝉鸣，盖着满河天星。又不知是雨的流萤，偏要与月色攀比，照得心事通明。八月弄着冰天雪地，乘着酒气周游寰宇，湖心莲叶暗透明，抱负有限节气，生涯有春蛇落笔，不老实体是做事。我和你玩蝶众人恋天地。哎，这边，哎呀，到了，终于到了！来，哎，你看那个啊，对啊，咱们快一点。中国旅游名县，欢迎来到我的家乡阳朔。咱们的车在那边，往这边走。OK， 好嘞，走了，往上走。那还有水路线。每年都有涨潮期，你们来的还挺巧的，刚刚过。之前有个演唱会在这办，赶上了，半个阳朔街道都被淹了，挺惨的。那淹了之后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收拾，接着过日子呗。祖祖辈辈都这么守着漓江过来，家嘛，对吧？这边，来，这边，怎么样？环境确实可以啊。我跟你讲，阳朔首屈一指的酒店啊，这江边去哪儿都方便。怎么样？哇，真气呀！哎，终点不到酒店啦！你拍我呢？山开，朱总不在里边更好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从这儿往下啊，有鸭子，有锦鲤，还有羊驼。那个旁边有饲料都可以喂，还有羊驼呢。有啊，哪呢？没看着啊！你这会儿看吧，你得往里头走。哎，学妹他们来了。哎，你这小子真有劲儿，一手一个，你看看。哟，我还以为你们被暴雨困住了，或者车抛锚了，至少要明天才能见了。我说你小子现在跟我两个没大没小的呢，是不是想跟我睡一个房间，让我教育你？没，那我跟谁住啊？反正不是跟我。怎么还有这想法？哎，其实我们木木人挺不错的。当我没说。你们这边太乱了，我不管了。你们俩住一间，对我俩住一间。那我自己住一间，你们仨怎么安排？我跟你一起，他们俩一起。跟我？这么久没见了，多聊一会儿。假正经。哎呀，行，咱一起。你走，搬住，走啊！是不是就是前面？哇，这环境真好。这儿啊。我坐着坐的腰疼，我吃的快撑死了。你不是坐船吗？怎么还把自己吃的这么撑？先是上了一盘螺丝，说是漓江水养出来的，新鲜。他要我吃，我吃啦。然后没吃完，又上了一盘爆炒漓江虾。我想着，总不能浪费吧。
就全都吃完了。你这分明就是炫耀。我刚才一直在摇摆呢。摇摆什么？我在想，你呢是想跟我住，还是想跟他？当然是跟你住啊。哎，你干嘛？洗澡换下装。怎么了？我一个老总自己住，订个大床房不为过吧？不是你要跟我睡的吗？能换吗？换不了。哎，旅游旺季，这最好的酒店提前1个月都订没了，你除非换酒店。你干嘛？哎，多窄啊！哦，能拉开。我睡这儿吧，你怪委屈你。帮我打电话让酒店拿一套新的床上用品吧。那咱俩这是挺好的嘛，这不都宽敞。你干嘛？洗澡。说陪我聊天，前2天洗澡。我换衣服别出来啊！在干嘛？在等你微信。今天你们社团有安排吗？今天自由活动，明天基地活动，要不要出去找羊驼？等我吹干头发。小信，我和莫七成出去啦，晚上不用等我哦。移动速度很慢啊，生生同学。我都不敢认你，为什么？没见过你穿夏装。那是因为我们是在冬天认识的。试试。哇！我那条好大。还有这边。他们一直吃不会撑吗？是个好问题啊。那我们可以尝试着让他们先消化消化，我们溜达一圈回来再喂。好。哇，伤人的。你会骑车吗？会啊，小学6年级就会了。不过有个缺点，就是不会上下车。小时候跟我哥学骑车摔过，有了心理阴影。后来呢，就只能踩在地面上上下车。所以啊，骑车要挑座位最低的骑。最低的。
你家里有几个哥哥？5个，都是表的。哦，我爸爸家那边还有2个堂哥，不过都年纪太大了，不太有共同语言。家里不会就你一个女孩吧？对啊，就我一个，所以他们都叫我哥宝。哥宝？大家都很宠你。以前觉得还挺好的，在家里横着走，有好吃的都给我，逢年过节收到好多好多礼物。后来就慢慢不觉得了，他们一长大，一上大学，就一个个变家长了，等于我有了好多好多家长。哦，这次我4哥还想请假陪着我来，太可怕了。试试看。可以吗？我爸妈家人丁少，亲戚走动不多，经常是我自己一个人，羡慕这种热闹的。难怪你喜欢和他们待在一块儿。看得出。当然，虽然你话不多，总是看着他们胡闹，但是能看得出来你很喜欢这种闹哄哄的氛围。走。哎，你不要骑在我前面，我怕撞到你。也不要骑到我旁边，我旁边有人骑车，我会分神。好，我跟着你。好。我看介绍说那边就是漓江，我们可以坐竹筏出去吃饭。好，那我们先探探路。下坡慢点。好。不热呀，坐外边。心静自然凉。哎，你别装了，都认识100多年了，怎么了？那几个臭小子在我房间打麻将，可睡午觉都不行啊！你看我就说吧，老周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我这次不是拉了6个赞助商吗？其中有一个临时撤资了，这挺突然的。你就知道你找我准备好事儿。嗨，我补上了，继续干吧。财大气粗，彼此彼此。哎，不，那这叫什么来？嗨，小静。不热啊，在外面坐着，我走一会儿就出汗了。你看刚才我就跟他说，我们里面点了下午茶，要不过来一起吃啊？里面有空调。好啊。这怎么上啊？你那门绕去。这边。那等我一会儿。你什么时候点下午去？现在点来得及，等会儿就是你要吃非要点的哈。你推我身上干什么？不有虚手和意外，女儿才能吃得下一个。要我说绅士这方面，还得是你，真绅士。去点，快！你自己点去。我撤资了啊！去你磨叽了去。哎，小姐，朱总。哎，就你坐这儿吧。东西收拾好了吗？收拾好了。这大热天的，你怎么一个人在外面走啊？我本来想拍几张照片，但真没想到天这么热。是挺热的，所以我才叫你进来吃点东西，凉快凉快。马上，他这边啊，西餐不是对，怎么样，小香？作为咱们合作方之一，对这酒店还满意吧？挺满意的。我第一次住这么好的酒店，谢谢了。住这么好的？这是我一朋友推荐的。空气不错，这啊，挺清新的。对我们家这就风景好。
有的时候吧，我有时候就在外地就想家。干嘛？饭钱你得转我啊，250。那我不投资了。钱你得转，资你还得投，不然我不陪你养啊。活该你失恋。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工作了？没有。你看，这鸭子真漂亮。这是肉鸭，专门用来吃的。这么好看，吃太浪费了吧？看着赏心悦目不好吗？那边那些白色的倒是用来下蛋的。只有几天我不吃鸭子。嘿，是什么原因？心咚咚跳不停，世界都变得好安静。嘿，想象过的你是怎样的表情，让我沉迷。Slowly, slowly we fall in love. 骑慢点。Slowly, slowly I can't leave you. Slowly, slowly I am with you. I love you. Slowly, slowly we fall in love. Slowly, slowly I can't leave you. Slowly, slowly I am with you. 等一下， I love you. 我先下去看看坡大不大。你小心一点儿。嘿，还可以。我有个决定，在每个星空里，我都要靠近你。Slowly, slowly we 小时候最喜欢吃下坡了。Slowly, slowly I can't leave you. Slowly, slowly I am with you. 这里有竹筏。师傅，现在能走吗？你们几个人啊？2个，每一趟得坐4个人，再等等吧，人数齐了才能开船。好。这边太晒了，要不我们去那边藤椅上走啊？好啊，走。姐你慢点，前面大下坡。哎，你双手那点比单手那点，一会儿给甩出去。要不是你求着我陪你做竹筏，真懒得带你玩，下个坡磨磨唧唧的，麻利点。这不快10周年了吗？你总不希望我鼻青脸肿上台吧？哎，珊珊，这么巧，我以为你们早出酒店了。我们在这儿等竹筏呢。哦，我们俩刚才来过一圈了，没人，凑不齐4个，咱们现在正好4个人。上船吧。走。好。难得见你打扮自己啊，莫老师。人为悦己者容嘛，莫老师也免不了俗。看得出来，你们俩穿的倒是挺朴素的，应该对对方都没什么意思。他挑衅我们。我们两个都搭了10几个戏的 CP 了，能嫌弃对方吗？就是啊。趁天还没黑，还不赶紧上船？快走了，多多姐。哎，真看不上我？你被小情侣传染了，想谈恋爱？我呀，我一个人挺好的。哼。
我们好久没这么休息过了。是啊，都快忘了生活什么样了。每天除了录音棚就是医院的。你们俩是一个学校毕业的？对啊，他是我师兄，我们俩高中在网上认识的。高三我填志愿的时候，他帮我参考的，后来直接就考到他学校了。那个时候莫倾城课多，还是我帮傅雅颂做的家教辅导，一直跟我讲过数学题。那你考没考上啊？考上了。那你也算是我师兄了。对啊。怎么不早说啊？不敢说呀，怕某人以后套近乎。哎，你看，那底下是空的吗？可以潜水进去吗？哦，可以的，不过你们游客下不去啊。那下面是什么呀？像钟乳洞，就是电影里拍的那种吗？差不多吧，反正每年禁捕期一过，我们经常到那个下面去抓鱼，那个下面鱼多得很。哇哦，坐稳了，前面就是急流。哦，好。急流。